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6月19，诗篇127篇20安尼讲：人早早起来，暗暗才困，拖磨趁食嘛无采工。上主所疼的人，伊互因好困。三甲来祈祷，听阮，佮互阮安然好困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大、至圣、有权能、通行位、守约、施主爱的上帝。主啊，你的荣光显明伫天里，你的公义彰显伫全地。你的慈爱遍满伫通世界，你的信息达到万世代。主啊，只有你是阮的倚靠甲帮赞，我要来专心倚靠你。只有你是阮活命的困难，因为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人所劳苦打拼的，就是伫日光下面的劳碌，有啥物利益？阮早早起来，暗暗才困，拖磨趁食，嘛拢无采工。主啊，总是阮是你所疼的，你要互阮安然好困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